你昨晚可都答应我了，你可不能背信弃义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要不你喂我一口吧？差不多得了。一朵九爪莲能伤成什么样？想当年你不是脚踏九头蛇，拳断大鹏鸟吗？至于这么脆弱吗？我什么时候这么有梦了？岁数大了，脑子不好使。上果，就喂一个。谁让你站这儿的？我可没请你。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商天启的九爪莲出自长渊殿东池，与古君无关。之前是我疏忽了，来向你赔个不是。喂，你们长渊殿道歉就这么个态度？受伤的正主可是我。接不接受由你。天启真神，大人有大量，九爪莲的事儿就让他翻篇吧，以后都莫要再提了。来，也罢，此事事小，本尊也不甚在意。反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那就是在这1个月内和上古一起训练他的爱徒古君。若真如此，古君必输。你凭什么觉得古君必输？上古，咱们争口气，1个月之后让这臭冰块暗渊之境。本尊愿意借出暗渊之境，助古君晋升神君。我不信，你会这么好心？这是本尊为了古君冲破寒脉而炼成的丹药。你什么时候练的？你怎么知道古君天生寒脉？你不是盼着他输吗？上古跟着本尊修行，古君的事，自然也是我们长渊殿的事。上古，咱们有点志气，不就是丹药吗？我帮你练。掺了酒的丹药，谁敢服？本尊发誓，1个月内滴酒不沾。谁信？你，哎，上古，那我替古君谢过白绝真神。不谢。上古，我那还有别的。仙丹、法器、护甲、美酒，我那儿一应俱全，就不劳费他人操心了。你不是不喜欢古君吗？干嘛突然大发慈悲，想抢人呐？今日子时，朝圣殿，我将秘境钥匙给你。上古，你昨晚可都答应我了，你可不能背信弃义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们俩闹够了没有？天启，暗渊之境确实是最适合古君修炼的。行了，不用解释了，我不想听。今晚子时，不见不散。等等，那日缔结战约，只说过，若是古君落败，我将即刻前往九幽，但却没有说若是古君胜了，我该怎么办。